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永永高教机伫今年2月时阵呢，因为发动机失效滑入去海里，昨已经有获到这飞行机的残骸甲乌鸭仔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，会针对人员、机械也有环境的因素去甲调查原因。另外呢，这永永高教机的交会是有去签到，有7项甲人买的这个系统是延迟交会。中科院是来启动国内的制作，希望会当量早完成交会。 永永高教机顶个月落落海失事，飞官跳伞，互人救起来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，12日下晡已经估到永永的前机身残骸，包含关键的乌鸭仔，会赶紧解释叛徒。为人为因素、机械、环境，要查清楚失事的原因。毋过，这台落落海的永永，去年5月才开始飞，服役较无1年，就去拄到双发动机失效落落海，真罕见。调查立委也关心失事进程的维修记录是不是有过。 飞行的时速还相当的短，那双发动机如果让确认同时失效的话，这也确实比较罕见。我想，我们都同意这样的一个，所以黑盒子现在已经打捞上来，我们要确实的去查明这个肇事的原因。这个之前的记录来看是没有问题，还是要由专案这个人员在专案小组来做最后的一个报告。 国军针对永永发动机失效落落海，验出4类12项因素。若是安尼，永永阁面临交机延误，汉翔负责生产66台永永，到2月底应该到47台，敢若到43台，慢到4台。交机延后的原因是汉翔有7项外高系统件无法度准时交付。对这代志，中科院启动国内家己制造部分系统件的备案。7项里面的3项。 这是我们最能够解决问题的部分，我们先优先解决。当然，整个部分能够国际国造，这绝对是我们跟空军一样的立场。永永复飞了后，采取先训练教官，再训练学员，确保建立无受影响。另外，针对于美方希望台湾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10%，行政院窦英台表示，现阶段无可能。郭立雄也做出回应。我们赖总统提出了 GDP 3%这样的目标之后呢，华府是肯定的。 陆军137里有官兵手机拍无去，互人转袂去中国。意愿互国军 MDM 系统操演相片公开，引起泄露秘密的疑虑。郭立雄强调 ，MDM 发挥功能，阻止机密外流，流出去的相片嘛无牵涉到机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